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《天天要开心》。咱今日主题是青少年正当的休闲活动。但讲到这青少年，咱四个拢，咱三个拢无动。咱过去啊啦。你较少年，你拢做什么活动？我宅女呢。宅女拢看下查某囡仔。唔是啦，我拢伫厝里啊，看电视啦，看电影台啦，啊无就是打电脑、练唱歌啊。哎呦，生活较下啊，做宅女。足下咧。啊那阮查某囝吼，讲实在。 我嘛甲管真严，但是我嘛互伊有正当休闲的活动，是，互伊去哦加减啊追星者。追星？但是偶像就对了。别当互过分啦，互拄啊好就好。伊成绩若有到遐，我才有放伊去追星啊。哦，一摆吼去看迄个什么飞轮盘。不是飞轮盘，是飞轮海。飞轮转。对啦，啊，其中迄什么汪东城哟，迄个偶像，哦，爱演唱会啊，人山人海哦，啊，因到头前安尼外海咧海安尼，哦，欢喜甲安尼起叫安尼。 啊！我到后壁讲甲哭哭叫。哥，你慢慢安尼，明明是艺人，吼，你安尼吼对迄舞台顶的艺人吼，足无尊重，无尊重呢。我若听无。唔系讲安尼，讲恁查某囝，哎对对，阮查某囝吼，人伊嘛是有偶像，就 A 啦，我嘛足介意，足喜欢的啊。啊那伊的休闲活动嘛是甲。 通你赶快就爱唱歌，啊那阮后生呢，就爱拍球，啊那无呢，就是打电脑的时阵呢，纯粹。 学街舞，电脑叫学街舞，你唔知哦？但是讲真，恁这是说这少年辈的活动吼，甲我这款的少年辈的活动无共款。我拢爱打高尔夫球，啊，无就打电动玩具安尼尔。哦，嘿啊，我，嘿啊，啊，我都拢泡茶吐机椅啦。泡老人茶，吐机椅啦。我刚才做的。哎，你要笑死人！人我迄较水准较悬，人我拢爱要起教正规啦。 好啦，咱咧听咧吼，咱的这个囡仔好啦，是讲咱本身的吼，这个休闲活动呢，啊，佫算不离啊正当的，健康啦。有足济吼，迄落青少年啊，吼，迄个活动吼，互你会惊了。对对，佫较无共款的吼，咱就实在是看咱的戏，好不好？ 赞。当然足咸的啦，你来看。啊，但即摆是少年家是你创啥，头家你想啥？看拢无啦，别项唔算，算这遮尔危险的哦。芳，哦，这泡茶芳开安尼，我对阮兜鼻甲对遮来，芳甲对遮来。要啉茶，遐济。哦好。泡茶你，啊，不过你真正好比赛啊，你嘛真好运的。会当吼安尼品这泡茶，为恁遐直直芳到遮来。好，我讲，你真正来啉了这泡茶，你真正好。 迄是阮结拜大个咧，为迄山顶讲迄什么岭，迄什么岭，迄个断轮岭。啊，悬岭就悬岭就对了。大武岭啦。对，讲2000外公尺咧。对啊。大武岭的，讲一斤6、7千咧啊。这泡茶叫大陆人少了，用要无茶好啉吗？咱台湾人拢爱你啉的。我爱去啉。哦，这泡茶真正好啊。水，好啉哦。讲真，你啉茶哦，真正足来咧。啉甲会当迄声呢，遐尼水安尼。什么阿芬哥？
哦，你也敢那低咧？啊，不，你嘛有感觉着吼？这内行人你啉茶吼，甲哦，阿文好，芳开果有够，这包就是只赞。啉茶我搁啉一包咧。教你啉茶。哦，这包茶我来啉会着吼，真正这世人的幸福。讲笑啊啦，讲啉一包茶就一世人幸福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甲你讲，你逐工来遮，我逐工泡你茶，泡你食，你吼真正幸福规世人。我逐工来遮，你会泡茶互我啉？我唔信。无你甲当做什么人？我敢遐尼客气哦。唔会啦，唔会啦，来，你的头边甲你讲清楚。还是讲子啊？啊，我看你拄则那泡茶那很不错，那咧细念什么句啦？吼，唉，就你看这篇报纸啦，迄新闻了。哦，但即摆少年家，真正毋知你想啥，都看拢无。少少规定哦，啊，讲去飙车啦，啊，才摔甲大空细哩啦。迄若我囝吼，我真正吼，我袂生即款的囝，我过去生一个鸡卵，啊是生一个就能渐渐的肥肥啊，食就好啊。你都毋知即摆少年人，即摆少年人拢爱找刺激啊，啊啥皮车，吼，安尼算叫牙膏咧呢，遐我无算啥，后壁若佫再试啦，吼，迄才有拍，感觉才有面子，才有威风啊。什么安尼尔？佫什么骑高咧，佫拖拉咧，煞了佫放双手，佫考试啊。哦。啊，毋是安尼咧，迄摔跤咧吼，长骹长手啦，啊头壳佫歪一边啦，啊，迄目睭佫扑一蕊出来，吼，可怜啊，真正都无法度啦。阿姑，我转来啊。糖糖你倒来。糖糖哦。你嘛得咧啊。有，糖糖，哇，辛苦，我甲你开讲，来，这泡茶我赞的，你摕去啉。这泡茶唔免你摕。啊，我。免。我这泡茶是你的，这有喙烂吼。糖糖要啉，爱另外传进来。来，糖糖啊，你下课啊？唔免啦，我要去看册，啉就好啊。你甲看嘛，人偌乖就好。安尼哦，拄下课尔，啊，就要搁入去内底看册。哦，啊，我毋捌听讲哦，有甲同事也是甲朋友去看电影，还是去佚佗，哎，真正乖。捌啦，我嘛是捌参同学去踅街看电影啊，啊是讲因为最近吼要考试，你看这本册才交着，我无较认真读的吼，啊，阮阿舅会对我失望。那这个查某孙啊，这月生日我真正足放心的。毋捌看讲查甫囡仔吼，敲电话来约伊，还是讲男同学拢无呢。所以吼，伊的代志我毋免去来干涉。哦，安尼好，糖糖吼。你到时考试考煞，我带你去看电影、啉咖啡、泡茶、踅街，安尼好唔好？我咧讲，那阮糖糖也无闲啦，啊我是真闲，会当泡茶、啉咖啡，搁踅街，我。你啊？你我袂，是安怎？人我是要找糖糖了，啊你毋是讲糖糖的代志，你拢无要甲干涉？我有讲即句话是讲伊的代志，我无爱甲干涉，啊，毋过你的代志我会干涉啊。拜托你嘛小仔，糖糖叫你啥？叫你阿健呢？两个年龄差安尼济，你安尼步会落？我你讲你即个人老夫想要泡歌又寡顺。啊你是捌一科好的哦。你有咧看报纸啊无？有啊。迄一个艺人叫做吴先生有无？这啥事呢？对啊，甲伊莫差31岁都爆落啊。这报纸我定看。对啊。唔莫讲干那伊，还佫一个好咧艺人，叫做曾金良，原来做过理长。哦，是。这个甲伊某嘛差20通岁啊。还佫有咧啊。叫做吴国泰啊，甲伊某嘛差咧30岁嘛是甲处落啊。这有啥物？那报纸你嘛定看。对。咱这好嘢啦。哦。姓郭啊，甲伊某嘛差足侪岁。哦，对。啊，莫讲这啦。莫讲这啦。主要吼。爱情无咧分离了，对无？所以我甲糖糖嘛差不多几岁啊。糖糖，你讲对毋对吼？对，你讲了对，阿姐。你继续开讲哈，我要来看册啊。糖摕来食着，糖会枵啦糖。我你讲啦，他拄安尼热噗噗，但你即摆敢若伫冰库内面。做哪啦？我啉水啊！我甲你讲，阿姐。喂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先去好啦。来，少年嘞，
这正经先害。谢谢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看你有啥物需要服务所在吼，啊，做恁开出甲我讲，我一定甲你传个足舒适的。谢谢咧，谢谢啦。啊，我若有啥物需要，再甲你讲。啊，我先带老的，可能看我才会当啊。啊，你物件客我再收得好。哦，谢谢咧。风景真水嘿嘿，啊，四界去细细看看咧吼。哦。哎，你无多爱较细个哈。好。哎，师姐好，拜拜。哦，这班袂细班哦，是啊，这要来咱遮大哦。嘿呀。哦，一2、3、4，哇，安尼今日就烧4间房间啊了。对哦，一间。哎，这个你是读较歹哦，因4个人你互伊住一间，你唔着叫一人住一间，安尼谈才有影。啊，你目睭天甲大蕊咧，啊，你无看这四个，迄落学生囡仔还袂出社会趁钱，我搁咧开钱咧，啊，人就讲吼，人要钱做一间，安尼较烧咯，啊，你会甲管？哦，姐啊，拜托诶，咱是开民宿，是咧趁钱咧做生意的咧，唔是咧求来爱心的救济医，咧做慈善事业了喂。你安尼咱是要哪趁啊？哈大声是安怎哈？啊，你就莫计较，当作是小月减碳挂是有差呢。哦，啊我放着大差咧，你爱知我即摆是咧欠某本咧，啊你安这种个趁钱啊，我是要等到民国几年才就娶某啦。啊你看嘛啦，气势。要气咯，我就做气啊！啊，你真正安怎？你看多大声？你这啊，无你爱气啦，就边啦。跟你讲啊，我这交代啦。咱都讲要住一间，要交代啥啦？好啦，你代志好啦，我先代志啦。交代啥？我也是哦，你小弟哦，我吼想袂到讲你今仔日为着安尼小我大代志，啊你安尼教我咧大细声。啊哦，我忠心大事，你讲小可代志，我不满啦。我唔是讲你的忠心大事是小可代志，我是讲人要来大就要大一间，啊减碳一个啥物呢？什么减碳大？我跟你讲，你敢捌听讲积少成多的道理哦啦？我你这个你两个家庭拢甲我点去，不准搁再回家。啊！恁两个家底下身份证就摕起来看卖啊，看恁几岁啊？啊有话唔落好啊讲，啊冤家安尼哦，成什么体统啊？你安怎？你手甲我伸入去哦，啊若无，我甲你剁起。我安尼哦，好心甲恁考考。啊！恁两个家底下这礼拜搁甲杀到我裤骹翘了啊！哎呦，歹势咧，是咧啦，会长啦。啊，我着两只底下有淡薄误会吼，啊，拄啊当咧风火头吼，啊，对你安尼有较失礼，啊，甲你请一个，歹势咧，你莫见怪啦吼。你扫着风台尾，啊，毋着算我衰呢。哎呦，我今仔来吼，是要甲恁讲，叫恁咧民宿爱好啊经营，哦，啊，毋通搁再出差错啊，啊，时间若出差错吼。到时民宿若去用吊销这只吼，我是无要管恁家底啊！知啦，啊，孙行啊，行啦嘿，有闲接过来。哦，真歹呢。阿姑，阿姑，大大是你啊？我等你面盲哦。面盲哦？哦，偌好诶，面盲迄水查囡仔吼，体格偌水，面阁水，哦，白泡泡幼绵绵啊！我带穿迄薄纱，啊为我遮哦，长好讲你甲我爱，真是诶。阿姑，你若吼既然要面盲这是薄纱美女吼，啊无你入去困，这点我来顾就好啊。顾，我顾啦。啊，你明仔载毋是学校讲要考试？系啊。啊，你去休困，休困了才有精神通应付考试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我看你足忝着，我顾啦。我著甲你讲，我顾就我顾啦，你去休困啦。大家啊，啊，你遮大声，我想要困啦。阮头讲的伤大声，是咧，我会较细声。毋是啊，我毋是咧讲你，我是咧讲对面的啦。音乐开到遐大声，啊吵到我拢袂困的。啊，音乐较大声，好啊。哎呦，有影呢，啊，遐大声呢。阿姑有影呢，我偷偷伫房间看者吼，真正足大声。啊，这间有影实在，敢若你要做生意，咱遮毋免做生意哦。啊，人家是咧啦，我会甲讲，我会甲处理这个代志，啊，你去好好休困者。好，是咧，好。啊，好啊，你使。你处理了安怎啦？哦，姐。你去甲伊问，啊，伊啥物讲？因讲过1点钟啦。哈！哎呦，我1点钟差就落现要来看的啦。你我嘛无法度。
知啊，我就去楼顶哦，因咧摇，我嘛对咧摇咧。咱即摆发生什么代志哈？即摆是几点啊？这么的音乐搁放遐尼大声啊！你人家无爱困，阮的人家要困啊！我跟你讲，若退房哦，我叫你负责。哎，亲爱哥哥，你莫生气，莫生气啦。有啦，阮就去甲迄人家讲哦，慢慢甲因拜托啊。因就讲搁1点钟啊。搁1点钟，恁做头家人哪会用安尼讲话？对人家安尼，恁都爱负责任吗？哎呦，他这个少年人生较长者，你什么人去嘛无较大啊？什么人去无较大？我来去。无啦，亲爱哥哥，你真正要去？去看一下啦，我惊发生代志，拜托。免啦，西讲无较到回收啦，迄念伊就落来啊啦。这人安尼啊，我袂放心的啦，你唔去我去。我来喂，你去来问，伊来讲。伊那少年人吼，我入去伊嘛是讲啊，去小可叫啉来一下啦，讲过一声就好。过一声就好。安那连你也得喊？唔是啊，看因伫害，我嘛接住因就害个。哎呦！有人报警啦！讲恁这间民宿吼，音乐开了伤大声，妨碍安宁。会长啊，有啦，我著甲拜托嘛，甲考劝因就唔听咧。这阮起处理啊！拜托。我早就甲你警告过啊，讲叫恁吼，迄民宿爱好啊经营啊，你也去，又搁出错啊，看你即摆要安怎啊？会长啊，你嘛是高富丽三种的啊，若毋是讲顾客至上，人客上大，对不对？阮该讲也要讲啊，嘛真歹处理呢，无安尼啦，拜托你甲阮斗想办法。无恁两个是安怎？敢若咧一直摇头，是咧起动哟？我知你摇起来。我就爱我摇，伊个足自然都摇起来你。行，好调好来。调，恁遮少年啊，疑似食摇头丸，伊咧房间内底还要开 party， 我今晚要带因转去警察局作弊咯。食摇头丸？你是这负责人，你嘛爱带我转去分局作弊咯。阿姑，安尼有较好无？糖糖，你的手头真正水哦，真爽快，酸咯。较爽快啊吼。难怪吼，到这边感觉头拢会酸，蛮怪甲阮辣的。你会酸哦？那酸干呢？哎呦，安尼有较好无？有，但是较重了。你敢会使？免遐重啊，较紧啊！哎呦，你是用这个用拍，你烧到错。当时是你哦，我是讲啦，有可能常常啦，遐有小人遐错咯，哇尔，你当作我肉点哟。我跟你讲啊，哥嘞，你唔通趁这机会想要食阮糖糖的豆腐呢，哈？哎呀，我看吼，恁去甲医生看好啊，较袂安尼酸痛啦。唔免啦，免搁看啦，迄些唔知迄少年人哦，摕迄款摇头丸，阮食阮是安尼摇到也毋管啊酸尔，即嘛有较好啊。较好啊。是讲看少年安尼摇，搁趣味呢，摇。趣味是好啦，趣味，迄有人趣味，甲你吼名拢无去哦，你讲趣味。哎，进来啊你要紧无哈？遐个少年的吼，因下面家都爱伫咧看守所过暝啊。听下化验结果若出来吼，警方才会搁做进一步的处理。嘿啦，遐个少年人吼，在我的判断100%一定是爱摇头丸，唔只有这种行为啊，因哦一定爱负起这个法律责任啦。讲到这少年哦，真正足袂晓想的。正当的娱乐也唔去做，你教人食什么摇头丸？唔来妨害别人，嘛算断家己的身体啊！敢唔捌听人讲哦，害人害自己。好你刚才啦，即摆哦，因为得到教训，我相信伊摇一阵绝对袂食即款的摇头丸啊。是讲会长。这位是什么人去报案呢？警察骹手来遐紧啊？阿姑，你哪搁咧摇头？可能有人袂摕。会长啊，谁报案的？你嘛紧讲。这种代志吼，我是无可能甲恁讲啦，嘛无可能讲哦，破查谈差点就到电话，所以吼，这种代志我绝对袂甲恁讲。
讲天气嘛暗嘛呢，我想要较早等来休困呢。好，就是啊。我来走哦。青啊，我拢无讲哦。毋是我，毋是我，毋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朋友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的小故事，少年袂晓想，食老都唔食样。哦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少年吼，咱得爱学好啊，是大人教的，这个师长教的，咱一定爱甲学起来。唔通讲讲无学起来，你若直食到老，你都唔食样，做无好代志啊。对啊，啊尤其即马吼，上惊就是一寡少年人啦，拢咧结群行动啦，去飙车，迄足危险的呢。危险。哦，迄若发生车祸，你看开脚半想啦，啊上惊就是吼。变成植物人呐，迄毋是干那厝内是大人烦恼呢，嘛是造成社会问题呢。有啊，尤其是吼，讲实在，我做领导时吼，看到青少年吼，上介大问题就食毒。哎呦，哦，这真正社会问题啦！伊食毒了吼，伊就去偷啦，去抢啦。哦，含你路你咧行，伊就甲拖落来呢。哎呦，门开开啊，你也敢是要抢人起来，去偷。这社会成本真啊足悬的。真正是。啊，像你少年人，你敢无你食毒？无，我拢食饭。有啦，其实吼，即马政府吼会规划很好，有办足侪艺文中心啊、娱乐中心啊，甚至各个恁迄里敢有黎明中心。哦，这拢有啊。我讲做里长嘛最重要，爱规划一寡正当的休闲活动，好咱这年轻人会当来参加。啊，过来吼，过你们3个啦，做人北部的啦，爱好关心囡仔，啊，知影囡仔你想啥，啊，还吼陪伴他就对了。对，加一份关心，就减一份担心。哇，时间过得足紧嘞，咻，一个30分钟就过去啊，又搁要甲恁讲再会咯。今日小故事要奉劝咱的少年人，无论做什么代志，伊爱会晓想。分袂清是雨水也是目屎，不知家己到底。伫什么所在？无心的一句话，深深将你伤害，拍醒你所有的期待。你将来不捌真心爱过我，敢讲一切完全是我的幻影？关怀，早就无伫这，你只是我爱情的一块伴。